Hello，我係放肆羅雲，俗語有云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今次教大家一個簡單嘅方法，點樣分辨你支粉底適合用乜嘢工具。首先攞翻你屋企支粉底出嚟 ，A 擠出嚟推開流動性高，質地偏薄唔容易變乾 ；B 擠出嚟霜狀質地唔流動，推開質感 creamy。擺一陣會收乾。如果你支粉底係屬於 A， 你適合用一字手同埋一個扁身嘅粉撲，你個粉底會更加靚同持久，而且唔會減輕咗個遮瑕度。如果你屋企支粉底係 B 嘅話呢，你就需要配合一支蜜頭嘅粉底掃，可以好均勻咁推開個粉底，做到貼面效果。如果加埋呢個濕嘅海綿蛋按壓全面，佢會幫你帶走多餘嘅粉底，令到你個底妝更加貼面持久。快啲睇下你屋企支粉底究竟適合邊一樣工具啦！如果你自己都係唔識分，歡迎帶你所有化妝產品嚟我嘅化妝班，我會教你點樣用。